你估用香港租車位嘅價錢喺呢邊租唔租到一啲過千尺嘅靚單位呢？如果你想知嘅，一定要睇晒呢條片啊！各位香港朋友，可能你哋都會有諗過退休之後返嚟中山過返一啲寧靜舒適嘅生活，但係又怕貿然買層樓，如果唔適應點算呢？其實返嚟租樓都係一個最好嘅方法，用最平嘅成本去體驗一下呢邊嘅生活，大家鍾唔鍾意，適唔適合？今日同大家嚟到中山最繁華嘅一個區域東區，喺呢度係一個安逸寧靜嘅屋苑，敏捷指靚國際。我哋一齊上去睇下個單位究竟係點。大門入嚟，首先見到嘅當然就係我哋嘅客飯廳啦。電視客廳嘅闊度係超過咗12尺。呢個客飯廳嘅面積大概有300平方尺，已經大過好多香港嘅新樓啦。呢個面積仲未計廚房同埋露台㗎。轉返過嚟就會見到我哋大概有60平方尺嘅廚房。喺裏面無論係灶頭、抽油煙機、工作台面、櫥櫃或者一啲電器，例如雪櫃、洗衣機咁，都保養得非常之好，好乾淨。呢個廚房大概有60平方尺，雖然唔算好大，但係即使你日日喺度炒菜、蒸魚、煎牛扒，應該都夠用啦啩。由廚房睇返過嚟，成間屋係一個簡約式嘅裝修，無論天花地板抑或所有嘅牆身都保養得非常之好。經過客廳出返嚟就係我哋大約有70尺嘅露台。呢度嘅景觀，即使喺今日天陰有雨嘅情況底下，都一樣可以望到好遠同埋好闊。而喺鏡頭見到最高嗰支建築物嘅下面，有一個集合飲食、娛樂、購物、超市嘅商場，叫做 Coco City 天逸廣場。跟住落嚟就梗係要睇下我哋嘅休息區域啦。首先見到會係我哋第一個嘅浴室。呢個浴室做咗乾濕分離、明廁有窗嘅設計，大概有45平方尺，應該都夠用啦啩。再嚟去睇下啲房間啦。呢間係細房，大概100平方尺啦。業主就已經安排咗一張雙人床同埋床頭櫃啦。就算日後我哋自己加多個4尺衣櫃，都仲有大把位值。咁寬敞嘅房間，我嚟招呼探你嘅朋友綽綽有餘啦。睇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玩一個遊戲。你哋估唔估到呢個單位要幾多錢租金呢？喺下低嘅討論區話俾我聽。估中嘅過嚟睇樓，請你哋食乳鴿。估唔中嘅唯有繼續睇片啦。睇埋另外一間客房啦，佢會比頭先嗰間房大多10幾尺。呢度窗外景觀同露台係一模一樣嘅。呢度我想將佢改造成麻雀房加衣帽間，你哋點睇？最後睇下我哋嘅主人套房啦。首先浴室位置同睡眠區域分隔得好清楚，門口係唔會對住我哋嘅床頭。同樣係乾濕分離、有窗嘅明廁設計。呢個浴室會大過頭先嗰間，呢度大概有成60尺。過返嚟睡眠嘅區域，唔計我哋嘅浴室，呢度都已經超過170尺㗎啦。咁大個空間，業主安排咗一張大碼嘅雙人床，加一個床頭櫃。主人房係用兩邊窗戶嘅設計，無論喺採光抑或通風都會更加好。睡床位置做咗3邊上落床嘅安排，而喺另一邊就有一個到頂嘅大衣櫃。呢度主人房同埋客廳都做咗隱藏式嘅中央冷氣，當然會更加寧靜同埋舒服啦。主人房嘅窗同露台一樣望到咁靚嘅景色。大家再嚟欣賞多一次呢個望得又夠遠又夠闊嘅景緻啊！呢一度就係我頭先提到嘅 Coco City 天逸廣場，而商場嘅地下就係環保中港通嘅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成10幾班車來往香港同埋中山㗎。各位睇完樓啦，你哋覺得點樣呢？
喺呢度呢個客廳足足有超過12尺闊，後邊嘅飯廳就算叫多幾個朋友翻嚟一齊開飯都冇問題啊，夠晒空間。而且呢度客廳同埋主人房係做咗隱藏式嘅中央空調，非常之寧靜同埋舒服㗎。而且喺我哋嘅斜對面就係 Coco City， 佢除咗係一個飲食、娛樂、戲院乜鬼嘢都有嘅商場，仲係我哋搭巴士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就喺我哋嘅斜對面啫嘛。而我哋嘅後面就係我哋嘅紫馬嶺公園。星期六、星期日好多家長帶住啲小朋友去行下山，做下運動，而且嗰度仲有一個動物園，都幾多嘢睇㗎。你哋有冇去過呢？呢個單位大概有1100尺，做咗3間房，有套房嘅設計，租金係每個月3300蚊。地點係位於東區嘅敏捷紫嶺國際3期。東區係一個繁華熱鬧嘅地段，而呢個屋苑就別處一個，享受到繁華熱鬧，但係又寧靜安逸。你哋鍾唔鍾意呢？鍾意嘅話幫我聽啦，我係由香港嚟嘅 Daniel，希望你能夠繼續關注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中山食好住好揾 Daniel啊！下一集我哋再見啦〜